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，今仔日呢是伫社群平台答文，讲这美国无外界讲的遐尔落水，伫伊的统治之下，即马美国已经是全球上受欢迎的国家。要若针对着台湾议题，国务卿卢比欧伊也讲，这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一持无变，反对任何人改变现况。 北京街头的电子金幕直直报，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会谈的历史性时刻。虽然川普伫社群平台希望美中的关系会当搁较强大，不过伫敏感的台湾议题，个人有权徛个人的立场。美国国务卿罗比欧接受专访的时强调，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改变，也指出北京当局伫台湾议题上尾拍算。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? Well, I think China'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, voluntarily join them. In a perfect world,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. I think that's what they would prefer. 川普除了伫社群平台发长文反击外界的美国衰退讲法，强调美国为伊带头已经成做全球上强的国家。针对影响全球的中东政局，川普也表示已经伫会谈当中得到习近平的承诺，未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。不过伊也讲甲真巧妙，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还未煞，暗示随时可能会拍伊朗。面对这位过去捌发动贸易战，行动互人料想未到的美国总统，搁再访中国，当地民众的评价是无好也无歹。 对，是有争议的人物，但是说实话，我对他的印象没有那么完美，就很现实的去说，因为，他总在变的一个人。川普车队经过路线，四边早就由封锁线实施严格预案，不过也是吸引真侪好闲的北京民众伫封锁线外口咧翕相。面对美国甲中国伫军事、经贸抑个台湾的议题激烈对决，一般民众上关心的也是安定的生活。 老百姓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嘛，那就是要局势稳定，就不要战争，要能够和平的解决遇到的问题，对，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。比如说中国有台湾问题，这些都是需要和平的一个解决方式。 无论是中东的政局，还是台海的问题，美国甲中国两个强权每一届相打，拢牵连到全球局势发展。不过，伫这场大国竞争的背后，一般的民众所盼望的是免烦恼战争的和平生活。公司新闻电视人编译。